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德鲁古自强河驶过花莲嘉宾路段，说服一台驾酒赛车轿车弄个毛记，事故原因等来调查。离新德县政府只有300公尺的所在，早起出现涂骹破空，而且加速泄漏。另外，台北市小连续3天拢出现路面崩塌情形，这将可能是落雨引起的。中国提供台湾青年创业基金去到遐创业，却受到整体经济影响，身体失败，回来到台湾的人数也开始变少啊。讲到台铁401车次德鲁古自强号早起6点多上北，伫咧花莲嘉宾路段时阵，说服一台冲入去铁轨路的轿车撞到，造成第30个车厢冒落去，跋倒继续驶。这个火车顶台旅客大概是真平安，不过这台轿车的驾驶呢，伊是驾酒赛车，酒测台要超过标准，这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监视器画面翕到台铁401次泰罗高铁车，当经过平高度，突然一台白色轿车冲向铁轨路，直接弄到列车车厢，车头全毁。有民众看到，赶紧走去将驾驶救出来。啊，为什么要闯？奇怪，好吓人，撞得那么严重，听到声音我也吓一跳。不了解哈，我们的这一辆轿车是撞到401的第3车的左右，然后就造成列车无法行驶。出代志的驾驶大约20多岁，防救出来了后也会当行。伊讲昨暗有啉酒，醒过来要去买早顿，刷光行动入平高道，那伊的酒测达到0.3毫克。狂越撞击台铁401车次自强号，那驾驶轻伤，那个有酒精反应。那后续我们将依公共危险罪来侦办。事故原因也有待调查，只是查甫人赛车这一辆造成泰鲁高铁车第30车厢冒落去，列车驾驶发现车辆异常，失去动力，赶紧查看。那台铁也为花莲派出普悠马号到场，专接车顶的307位旅客。停在这边已经停1个半小时了，就包括换车。那车内都没有广播什么样的原因吗？都没跟你们讲吗？没有。部分民众即期台铁的处理状况，一台列车慢分120多分钟，也毋过好在在列车旅客拢无人受伤。台铁表示，列车受损的情况、损失金额，也有事故确实的原因，拢也需要进一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雾峰的内园路呢，这条产业道路伫19透早，这山架是规个放落来。当地农民也讲，今下是这个灵疫在咧大出。本体是讲惊早起就当处理好势，所以因为这土变甲真松软，车路个细条真歹抢修。公所也预测讲要整修，可能阁爱开2-3天时间。产业道路边的挡土壁规放起，规条车路有差不多50公尺长，拢互土石砍掉。怪手是继续咧挖，希望会当先清出一条路通行。台中雾峰的南园路这条产业道路的边坡，19透早6点向放山。虽然讲有挡土壁咧挡，不过也是规个互土石地过。在地农民就表示，当这条路断去，农产根本就运袂出去。都无方便啊，因为啥？即马是营营的采收期啊，足侪人营营要再出再入啊。伊个屯的已经拢放落来啊嘛，即马就本来停地啊。公所是赶紧派包商来协助拍通，虽然附近无大人，不过这条路是爬山甲送农产的干道，原本是按算2透早就会拍通，但是这条路受过下，边坡的土石也真松，有过爱2-3天才会当完全恢复通车。是私人向水利局申请的那个土地开发案，可能就是那场豪雨造成的那个土石崩落这样子。水利局也请水保业务人先以道路抢通为主，并提送紧急防灾处理计划。市府表示，因为放山的所在算是私人地，除了希望地主会当赶紧请工来清，嘛要求提出紧急防灾处理计划，避免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站消息，是伫咧离新德县政府只有300公尺的公明6路甲县政7路，今早起呢，伫咧一大建南边啊出现车路破坑，这个破坑呢有10公尺长、3公尺宽、3公尺深。目前县政府也要求工地爱先停工。8月21，位于早上10点多，经社区民众通报，新城西街有一个坑洞的出现。目前是因为瓦斯管的外泄的味道比较
严重弥漫了哈，所以等一下会针对瓦斯管先做修复修缮，甚至与自来水的水管破裂会进行修缮。那我们也立即请水公司跟瓦斯公司已经把它源头把它关掉了，所以目前这个是不会有瓦斯外泄跟这个水这个溢流的情形。那详细的真正的原因，我会请公务处跟这个等一下跟包商一起来检讨是怎么样发生的原因。同时，我们县府也立即决定这个工地让它停工。对这个画面来看，咱能看到讲建南边啊是涂骹破一工，这个所在是伫咧新德县光明六路甲县政七路的这个附近。今早起呢，当地民众发现讲边啊是破一空，就伫咧工地建南边啊。这个破空呢有10公尺长、3公尺宽、3公尺深，也因为这车路破空，这涂骹内面呢，这水道水的管线还佫加速管线拢断去，造成加速泄漏。县政府的这个消防局也派人去到现场警戒，工务处加速公司已经伫咧现场处理。这个建案呢是要起地下6站，地面上有26站的这个新大楼，初步怀疑讲真有可能是德北这几工啊拢落大水雨，造成这地基变甲真松软，桥路再规落落去。县政府是讲会要求因来成立调查小组，赶紧厘清。要让当地居民是要求县政府就要监督这建商，确保附近居民的安全。先伫看线来看到这台北市是小连续3天，拢出现车路崩塌的情形。伫艋舺区昆明溪320巷，昨夜同款发生崩塌。加在这崩的地点呢，是伫咧工地范围内面，无影响到民众安全，也有通车。初步判断，有可能是落大雨落了几落工，这土质变甲真松软，才会发生路边崩塌事件。市政府表示讲，会针对路边崩塌问题进行整体检查。工程人员加紧施工进度，艋舺区昆明街320巷发生路面崩塌的状况，长3公尺，宽2公尺，深度1.5公尺，大约一台汽车车身大小。好在在崩塌的部分位伫工地范围内，无影响民众安全甲通车。崩下来的时候是那个雨很大的时候，车子崩下去啊。我是觉得建商的心态比较有问题，因为我第一时间看到负责人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就落大雨啊！地基头讲这也无立即危险啊，无啥物啊。针对昆明街崩塌的部分，监管处表示，查明电线壁并无涉水破损的情况，较有可能是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土质松动，才发生整体事件。杨国北市连续3日发生路面崩塌状况，先是8月18，南港区南港路3段，所来是8月19，中山区民生东路2段，8月20，艋舺区昆明街也发生崩塌。议员认为，短短时间发生几啊件的崩塌意外，道路品质让人烦恼，批评市府方便行事，无顾到公共安全。今天可能还会再做一些透地雷达，然后再评估看看目前的道路状况，然后才会决定可以通车的时间。这样子的坑洞案件，根据新工处的统计，平均1年会有65件。长期的巡检跟对这个相关问题的重视，才能够做好平常结构性的防堵。市府也进一步表示，所落来会请新工处、卫工处、水利处共同透过跨单位体检的方式做上好的处理，也会统计道路巡查历史资料，针对路面任何发生不明环境启动做重点巡查。记者综合报道。提供一个上较新的消息，给咱的观众朋友。伫去年7月呢，这香港澳门讲伫这个来自台湾的酸亚外包装顶头有检查到新冠病毒，暂停进口。不过呢，这中国国台办伫今仔日佫再宣布，今年对台湾进口的酸亚有查到这病虫害，决定对今仔日开始暂停进口台湾的酸亚。这国台办也强调讲，这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合理也合法。不过这其中敢有政治因素介入，值得咱继续来观察。另外呢，咱来看到咱的这台北市的卫生局抓这违规的广告，发现讲顶半年以食品广告犯发了上介济，有罚326件，其中中华海洋生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小分子合作汤加产品呢，犯罚上济有173万。卫生局也要提醒民众讲，这广告顶头若有写到这预防、治疗、减肥等字句，拢真有可能是有疗效的，民众要买就要特别注意。
真侪人透过运动健身来维持体态甲改善体力，也有人就网络看到强调保健疗效食品广告，忍袂住到落单来买。啊，不过根据台北市卫生局统计，今年顶半年违规广告，都总共罚326件，再罚2743万，其中食品占64.1%上侪。健康食品有它特定的保健功效，是要依法去申请它的程序，而且拿到小绿人标章才能讲功效。但是如果是一般食品的话，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热量跟营养的一个提供哦，所以不能期待说它透过食品我们会有一些皮肤美容的改善啊，或者是我们私密处保养等等的一个期待哈。罚款的前3名分别是中华汉阳生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小分子合枣糖胶，贡献改善异位性皮肤炎；第2名是拉贝青木瓜风影hình，包含雕塑美型、痛痛倒塌的通道、亮点环背甲完美拉提微线等字句，拢看出违规。第3名是呵护专科法国专利香号蔓越莓产品，主打帮助抗氧化。那事实上，因为性皮肤炎就是一个病症哈，那改善就是讲到它一个状况的一个调整，这就已经到涉及疗效。在第2名跟第3名的业者，那这部分就会以夸张医生误写的这个部分来裁罚新台币大概4万到400万的一个罚款。卫生局表示，目前3间业者拢经落架有记录的广告，或者是改善相关的字句重新搁上架，而且提醒消费者，食品广告若讲到预防减轻治疗这字句，拢可能牵涉疗效。消费者唔通开大钱去买，各伤身体。记者综合报道。这广告何蕊蕊，不过性命是真宝贵。来看这家人大埔仑的山坡，一天就3个人渡水死亡，这款的意外呢，市政府也宣布山坡先封锁起来1礼拜，进行安全措施的改善。今仔日是举行记者会，宣布重新开放山坡。市政府也强调讲，会把这根界线移到离岸边55公尺，这海内面也有救生艇巡逻。若准这游客唔听可劝者，就会甲民众当处罚。基隆大埔仑海山坡进前发生渡水事件，造成一港3人不幸死亡。基隆市政府伫封大埔仑海山坡甲条件公园保育区1礼拜，检讨相关安全甲救援措施了后，市府1日宣布重新搁开放大埔仑的海山坡。夏日的这个满潮的这个水域是大概是90米左右，那现在呢是55米。我们的这个警示线拉伸延伸至左右2边，呈现一个 ”M” 字形，那为求呢水域上面的一个安全。市府表示，大埔仑海山坡配合水上救生执勤时间，平常是12点到20点开放山坡。条件公园保育区最后是伫早起7点开放，拢开放到暗时6点为止。现场除了增加提醒的告示，更增加救护量能，派出救生船伫海上巡逻。民众的警示线这个缩短到安全的警示的范围。那我们在救生员的部分也加强了人力跟现场的监控。必须听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还有救生艇上面的消防人员的指示尽速返回到安全区域来做一个水域活动避免发生意外。市府强调，伫大埔仑海山坡耍水游客，若无听从指示，家己超过警戒线，相当会罚5万。条件公园保育区部分，创作人若是越界，相当会罚50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礼拜是高雄，因为落大雨，地区真侪所在拢有淹水，其中我近丁清湖，也就是大鼻湖这几个路口呢是淹较上严重。市政府是认为这落雨，这个雨落了伤过大，超过排水设计量。不过民意代表说是认为，这大鼻湖已经1年多无去清，这雨这水源全部填出来。也那淡水公司是驳回讲，这是设备过样，不过落尾去检测，这数值拢是正常的。针对这款的讲法，民意代表是无法度接受。机车倒伫水内底，高雄17因为大雨造成真侪所在淹水，其中以大鼻湖附近的本馆路上严重。虽然市府认为淹水是因为雨量超过排水设计量，但有民代将淹水的原因指向大鼻湖已经550天无清理土砂，才会造成水位超标溢出来。澄清湖的有效容量水位呢为17.8公尺，由于长达550天没有清淤，蓄水量呢减少。所以8月17号呢，当日早上7点呢，大雨一来，水位竟高达到17.93公尺。
南水局网站迄天透早7点，大庇湖水位是超标的17.93公尺，后来佫改成比满水位加17.25公尺。后明台怀疑资料封改过，台水公司回应大庇湖今年到5月已经清出12万立方公尺的土砂啊，主要资料是因为设备故障造成。当天是有累积，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异位计有故障。那经过我们人工量测，当天的这个最高水位大概也只介于17.4到17.5中间而已，所以也没有到达这个溢流水位。那个时候呢，雨已经停了，该溢流的水也流出去了，那当然会测到安全的水位。台水的讲法，民代无啥相信，因为将超标撒互设备故障伤离谱。而且虽然落几啊天的雨，伊透早大庇湖水位犹原无悬，部分沙洲现出来。民代指大庇湖目前土砂积料也是真严重，呼吁台水赶紧处理，嘛希望市府厘清真相，互市民一个交代。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2024年的选战，这中国国民党侯友宜是出席妇女新住民团体挺侯友宜后晚会的成立大会，要来拼选情。也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接见自民党青年局访问团，希望台日的关系会当继续深化，大家做伙来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同款有接待自民党青年局访问团的，也有民众党的郭文德，针对家己主张的两岸关系，敢若强调特殊，莫讲到国家甲国家。支持者花口号表达支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参加妇女新住民团体挺侯后晚会成立大会，要继续友台选情，抢攻妇女甲新住民的票。每一个人都是疼惜女性、爱惜女性，因为她为我们家庭付出太多太多。然后在外面呢，我们妇女同胞们不但撑起片天。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是接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青年局访问团。致辞时阵，不只讲到彼此人民感情愈来愈密切，也强调双方目标一直创新权，希望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那更重要的是要共同合作，维护印太的和平跟稳定，那么带给这个区域的国家，还有全世界都能够繁荣发展。为要拼2024选战同款会见自民党青年局访问团的，也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自民党青年局长林无宪福送予郭文哲一本传统的七头米简约，访问团成员佫特别表现一个，郭文哲是向访问团讲伊的政治理念。我们非常强调正直诚信的，所以我们在政治上我们宁可认错，不愿意受罚不会为了短期利益去牺牲长期利益，不会为了少数人利益牺牲多数人利益，不会为了政党利益去牺牲国家的利益。不过，郭文哲在20专访的时阵透露，已经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捌传授伊绝招。被问到两岸关系时阵，只强调特殊，真少讲到国甲国的部分。不过，互媒体追问的时阵，郭文哲煞低调，无愿意加讲。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议会前议长赖美惠因为涉嫌找人头做助理，向议会请助理费232万，互台南地检署呢，依照利用这部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起诉，也因为赖美惠承认犯案，也甲钱纳入回来，检方也建请法官就要甲伊减轻罪行。台南市议会又搁传出有前议长互人起诉。官司合并了后，头一届议长赖美惠伫大台南市做第一届议员的期间，因为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费，经过检方调查了后，依照利用这部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起诉。那这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制度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去改善。那实际上呢，也希望立法院针对助理费的使用或是助理费相关的议题，我们去把立法建立得更完善。检方调查发现，赖美惠涉嫌以人头诈领230多万的助理费用，多数拢是用来付服务处的红白贴等开销。对此，赖美惠已经承认犯案，也交回232万5200块的不法所得。检方也请法官减轻伊的刑期。因那赖美惠的后生，也就是现任的议员李宗翰是回应讲，尊重司法的判决，为造成无好的社会观感会失礼。我身为一个党参政20党为民服务，我感觉这个立法院要紧修改《民代出入条例》，
无含一个利用遮济特殊费、公关费遮济资源的人，阁会犯罪。你看，一般民意代表，敢有可能袂？罗美惠原本是国民党籍，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表态支持陈水扁，选后互国民党开除党籍，加入民进党。后来也加做民进党第一位合市议会女议长。2018年渐渐退出政坛了后，后生李宗翰接手做，也选调议员。台南市议会第1届到第4届议长分别是罗美惠、李全教、郭信良和邱妮妮，全部拢有牵涉官司。除了李全教已经定罪，其他3个人是才当咧诉讼。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对今年5、6月开始，台湾社会Me Too事件是一直咧滚价，即马伫咧台湾大学也逼出来咯。着立委含佫着为受到性骚扰学生，也佫学生团体是做伙来开记者会，因讲学校呢针对这性平事件的处理态度是做甲真垃圾，互学生的权益受到损害。摸我的脸，在我耳边吹气出声，然后很多次的要求我要拥抱他，他才不会生气。这个学生去互宿舍的辅导员骚扰，校官申诉了后，警察局发书面的警告，互宿舍的辅导员。不过后来调查判定性骚扰无成立，互这个学生身心受创伤。不过类似的骚扰并不是孤一个案。抗拒的没有起身，坐在位置上的时候，黄教授甚至会从后面拥抱我们，类似 PUA 的方式去跟我们说，如果我没有抱的话。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黄教授都对我揉胸、揉臀、熊抱，甚至逼问我爱不爱他。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当中，身为学生的我感到非常害怕。BC 2个学生共同指控台大公卫学院一个姓黄的副教授干性骚扰，不过申诉了后，学校的反应是让因真失望。因若另外一个李同学，在读硕士的期间，去互一个教授卡来手来，佮讲话甲亏。因为这个案例全部都发生在台大校园。从我们收到的这几个陈情案件看到，性平会的认定具有性平专业吗？这性平会的组成是不是出了问题？今天台大的性别平等教育体制既缺乏专业性，也缺乏积极性。而陈文章校长，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你，这是你的责任，请你不要回避责任。立委范云招学者、学生团体甲几个当事者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台大都要改善性平案件处理的方式。台大分别对个案作出回应，A同学案件并无泄露案情，甲无符合事实的讲法。学校有更正回应。BC 同学案件已经有甲这个老师处分停聘1年，因若D同学这个个案还佫伫咧调查。学校会甲建议正做后一日检讨的依据。若是有牵涉法规，或者是认为处分伤过轻，卖协助转达予相关单位，当做未来修法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对于今年开始新入来的公教人员，未阁再参与到公教体育基金，这代表讲未阁有新的人员提拨金额绩效。全国教师总工会就伫咧烦恼讲，根据政府的计算，需要逐年拨补500多亿，这基金才袂破产。行政院顶个月召开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初步拨补的金额大概是100亿尔尔，可能当无几年，阁要进行大规模的理解咯。伫大一头卡到团体工会到行政院大门口进前，因为退伍薪水上路，今年7月开始，公教人员无阁参加原来公教退伍基金，未阁有提拨金额。虽然退伍修正条例规范政府按依照精算结果拨补基金，毋过主计总处初估每年拨补金额只有50到100亿之间，无够精算金额1/5。有小洞不补的时候，等到20年。即使他说公跟教加起来是100亿，那每年短缺2/3，就是差了200多亿。应该完成我们要求，我们以教育受雇者的角度，我们用教师组织的角度，要求政府要落实相关的承诺的时候，政府的态度总是暧昧不明的。张教总指出，根据政府公开资讯，退伍基金第8摆市场报告，若要达到基金未破产，公教人员加教人员每年分别需要拨补285亿，加236亿。即摆政府所表态可能只拨100亿，退伍基金面临无新人提拨缺口，甲原来了解压力，都可能会提前破产。开始拨补的部分。公务人员跟教育人员才不到100亿，将近100亿左右。
对比新缺口10年要拨补完要300多亿，跟整个基金要完全永续500多亿，差太多了吧？手带回去为什么要处理吗？面对告诉团体联合来定情，行政人事行政总处今日受定情书无正面回应。产出部进前捌表态，推动公务人员年金改革，上豆豆进行方式，目前已经确定为113年度开始，政府会开始拨补。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就伫咧美国批准荷兰丹麦移交 F-16战机的2天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日去拜访这2个国家，而且有去视察基地。荷兰表示讲，若达到移交的条件，就会赶紧来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丹麦，国家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同齐前往斯克里斯楚普空军基地，一座 F-16战机。几点钟进前，泽伦斯基才伫荷兰甲总理吕特伫爱因霍芬一个空军基地会面。伊一日访问2个国家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都是 F-16战机。也毋过，毋是随会当摕到，目前荷兰有24架会当操作的 F-16，会伫2024年中进前退役。We are looking into whether we can supply all the remaining planes, or that still stuff has to be done to update them, or maybe it is not possible. So the exact number I cannot give you, but we are working from the fact that at this moment we still have 42 in stock. F-16s are very sensitive planes,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infrastructural things have been prepared. 荷兰甲丹麦最近几个月继续协助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乌国有数十人受训，因为培训工程师甲机械师也至少需要6个月，也是更较长的时间。先天今年秋冬无法度用 F-16，美国10月批准丹麦甲荷兰交付美国这 F-16战机予乌克兰，方认为是对其负强大的帮助。虽然这 F-16短时间内对战局真歹产生重大影响，乌克兰自早就一直要求处理这种先进战机，以增加因对各国作战优势。最近乌军才伫无空军暗号的情况，对克里姆林宫发动等待政府的反攻，所以互乌军随在俄国航空甲陆地部队操控。公视新闻黄慧玲编译。罗西亚航太集团伫咧47年后，搁再进行月球行动。探测器月球25号伫11飞出去了后，本体推测应该伫咧21就爱到月球。不过，即马却传出讲，这探测器失去联络消息。罗西亚航太也证实讲，这个探测器已经落来，也代表讲这场行动已经失败了。继47年，俄罗斯搁一摆进行登月任务。月球25号探测器11升空，原定21伫月球表面登陆，所伫19下昼失去连续。俄罗斯航太集团表示，探测器伫登陆进前失控进入未当预测的轨道，搁已经坠毁伫月球的表面。Эту систему Роскосмос изменил требования в сторону, чтобы эти системы укладывались в нов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Ну, такой, в общем, подгонка под т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у Роскосмоса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这场登月计划是俄罗斯自1976年月球2次行动到达，头一摆试着月球任务，结果继47年行动以失败终结。凸显莫斯科的太空实力已经真歹甲冷战期间美苏太空竞赛时阵来相比，甚至未来几年无法度甲中国合作进行更较侪任务。Роскосмосу нужен опыт посадки на Луну, и теперь у него его снова нет. То есть он не сможет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с Китаем на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Китая там уже 3 успешные посадки на Луну, а у Роскосмоса ни одной. То есть получится, Роскосмос будет так плестись в хвосте китайской лу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虽然美国甲中国拢捌伫月球表面登陆，也毋过到今犹原无任何国家成功降落月球南极。印度是俄国的竞争者之一，因的月球飞船3号7月就已经发射，采取较细路也毋过节省燃料的路线前往月球，所以用更较侪时间才到月球。即马有希望成做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公视新闻地位人编译。讲到最近，这全世界发生火烧山的所在是愈来愈严重。加拿大西班牙也被烧山，在美国华盛顿州也有一个人死亡。另外，希腊因为这个透风火势烧愈猛，被拍花可能会愈来愈食力。
伫咧加拿大西吉罗纳有一位就要撤离的民众，伫离开厝进前，徛伫咧悬的所在，想要搁翕一张相，因为等这场野火若烧散，因兜唔知影敢有法度搁保持原样。伫路下看到真侪车要离开，消防车是赶去要拍火。We're just leaving now, Jim. I got the dog and the cats. Where can we go? I don't even know. 这场野火伫咧加拿大比斯省南部城市基罗纳，和美国北边边界伫咧炭烧，当地18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官员讲，两个大型而且速度正紧的野火已经合作火，威胁到几落百栋厝。全省即马有3万人被下令撤离，另外有36000人若收到通知就要随离开。加拿大正面临着史上上严重的野火季，超过1400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掉，面积差不多一个希腊遐大。伫美国的华盛顿州野火自18开始炭烧，速度正紧，已经烧掉要到18900万英亩的土地。另外，当地媒体报道有190栋厝被大火烧掉，也有人不幸死亡。当局已经对附近的斯布坎社区发撤离令。伫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内面上大的天尼利夫岛的野火，到即马也未控制掉，已经影响10座城市。为了要预防，当局疏散11个城市的居民，启用一座体育馆做避难所。这场火一开始是16西班牙上悬的泰德丰附近一个国家公园内面开始炭烧，12000人撤离。伫希腊东北部的强风和大面积的野火拢拍袂熄，8村的居民撤离。消防员讲，阵风有7级到8级。这场野火一开始是19伫亚历山德鲁珀利斯镇东边的美利亚村开始烧，大火产生的乌烟，互人强要无法度喘气，因为看袂清楚机场高度警戒。当局伫咧海岸边传一寡船，伫必要时阵要协助撤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受到疫情冲击和经济成长放慢的影响，真侪去对台湾去到中国创业的少年人遇到困难。就算中国有向台湾的少年人提供创业基金，不过根据了解，这款补助金敢若会当动2年尔。2年后若准无法度就地生产呢，就可能爱离开。即使有真侪生意做失败的人，都无回来到台湾，这人数唔若变多，而且有少年化出现。为了鼓励少年人去中国投资创业，中国推出两花青创基金。不过，受到疫情还有经济放慢的影响，真侪去中国创业的少年人拢传出失业。实际访问台湾新创的产业，要去中国投资的意愿，敢若拢无悬。我们因为这个有国防产业，所以还是有一些地域性的地缘政治的因素，所以并没有办法出口到中国跟俄国地区。都会依照很多不同的就是市场需求会有不同的发展。比如说在日本来说，我们就没有看到类似好好这样的线上服务平台。那其实在中国已经非常成熟了，那可能就不会是我们的首选。业者表示，受到市场需求减少，暂时无要考虑中国的市场。根据江苏还有芬兰这的官员讲，10个创业者内底有9个无法度活落来，敢若有1个会当在地量产。佮加上最近几年外销订单减少，国际贸易真复杂，有真侪台资的厂商拢传出倒去。若是转职去当地服务业，平均的薪水敢若台票22000块。根据海基会统计，为2019年开始到2022年，协助者回来调伫中国的人数为44人，每一年增加到87人。调伫中国人数嘛有少年化的趋势。只要国人向我们海基会寻求协助的话，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国人回到台湾来做必要的安置，以及提供必要的协助。大陆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年轻人的本身的创业的这种能力意愿也非常高，台湾年轻人的那个优势也逐渐消失了。要是疫情趋缓，我想台湾的年轻人去中国大陆创业也好，工作也好，读书也好，都不会像以前那么热络了。专家认为，调伫中国的人数主要是因为当地结构性的问题。就算中国推出基金的补贴，恐惊还是无法度挽回台湾少年人去当地创业却失业的状况。恐惊失业的状况，敢若会愈来愈多。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新计性的调查，讲宜兰县公有路边停车场设公共充电设施的比率，比经济部示范推广建议大国较少，真侪电动车的车主也拢伫咧埋怨。县政府表示，讲已经把这计划报去中央，要来争取经费，赶紧来做。电动车主充电了后，把车驶离开停车场。不过，宜兰县的公有停车场，去互审计小资机讲，公共充电设施的比率
比经济部示范推广建议的要较低，真侪电动车的车主嘛怨叹讲，宜兰设置的公共充电条上少，还不够多，还不够多，怎么说？不够方便，怎么说？有的地方很难找。我们是从外地来的，是，嘿，然后真的觉得充电桩的就快充的部分真的不多啦。新继续指出，宜兰县公有路外停车场，敢若中心文创园区、罗东公建国小地下停车场，甲大溪国小3个所在有安充电条12基，村内停车场拢无设置公共充电条，而且有安充电条停车场，至少拢离1公里以上，建议县府都要增加设置。因若宜兰市连勤204停车场是属于县政府管理的，有200个车位，不过煞无半基充电条。根据县府的清点，县内公有停车场包括风景区，拢总有41个停车场，6189个车位。根据交通部的规定，2%的停车位爱装充电条，也就是爱设置134个电动车的停车位。经过县府它盘点现有的41场停车场里面有6189席的一个车位，那我们预计针对这41场要做134席的电动桩的一个设施。县府表示，已经有提报计划，要向交通部争取2100万补助的经费，让宜兰县公有停车场会当设置充电条。专案当伫审核当中，希望宜兰县电动车使用的环境会当更较优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接传出有台湾人被骗去柬埔寨做诈骗的工作，甚至关伫遐互人虐待。监察委员调查了后，认为外交部无够敏感，而且也无积极掌握海外台湾人求助的状况，就因为安尼生才去签到救援的工作。这几年来，台湾人互人骗去柬埔寨做诈骗工作，做到加禁，令的案件真多。根据统计，2011年到2023年6月，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接到民众求助案件有643件，直接向台湾驻外管处求助人数有1000件。监察委员介入调查，指出外交部自2022年5月就将相关的案件转请警政署来协助，无积极处理，敏感度不高，致使延前救援工作，通过纠正外交部。联合国在110年就已经警示了，尤其已经有人来到外馆来做相关的求助，编了这么多钱，结果反而没办法及时的用到刀口上。监委进一步表示，台湾驻外管处提供的急难救助金，因为因求个人无符合动机规定，致使未符情形使用率偏低。另外，监委也发现，高雄地检署侦办相关案件时阵，也为实到庭纠正凶险。大团破获之后的新闻发布当中，揭露了一个根本不是这个当事人的一个影片，结果导致这个被害人还在柬埔寨。他因为这个影片被曝光之后，遭到中国籍的雇主更严重的虐打。要求行政院必须要有专责的单位，因为这个人口救援、人口贩运的救援是国家应该负的责任。在爬梳的这个整个救援的过程，就发现其实我们各部会之间有点哩哩啦啦。因应海外人口还魂诈骗愈来愈多，监委也促请行政院应该整合公司部门主管成立专职单位，研究寻求运用海外急难救助经费，加提悬外管犯罪侦查能力。对于做到纠正凶险表示尊重，外交部是在中国这个时间进程也未提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若去到绿岛佚佗，这所产生的粪扫呢，拢要用海运的方式运登到台湾。这其中，这塑胶粪扫大部分拢是游客买凉水产生的。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和一位外国人合作，伫咧绿岛设置的塑胶容器回收工坊，把这回收的塑胶容器变做生活用品再利用，希望会当减少塑胶粪扫。东管处今年5月伫绿岛成立的塑胶容器工作坊，平均1礼拜回收社区甲店头50多公斤的塑胶管啊。这容器伫工作坊清洗，搁加吹做无共色水的疗法状，搁透过热处理产生有色彩一条一条，也是背面形状，搁做成花卡、衫巾，也是刀啊、椅啊，会当搁利用的生活用品。跟木头板凳一样吗？相差差不多。
因为列岛今年平均有40多万人次游客，再加上当地4000多飞机人，使用的塑胶容器一年都155万外吨，造成垃圾处理的压力。但管处这几年努力推动列岛减塑，今年就甲委托一位处理塑胶佮利用有经验的外国人，设立减塑循环工作站，也可当处理塑胶管外口的包装纸，钱入去塑胶管内底，也可当作为建筑用的基础材料，避免流入海洋，保护海洋生物。因为很多动物来海边的动物，他们看到这个，他们要吃。我们希望未来呢，可以有媒合到一些商家，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清洁的塑胶垃圾，甚至我们用这个垃圾做成的塑胶粒，可以把它产生成一些商品，然后来开创我们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商机。但管处强调，成立这个工作坊是鼓励大家使用塑胶，是向民众宣导唔通乱抌塑胶空管仔，造成环境污染。同时，伫岛上也提供免费的环保杯，鼓励游客到岛上减少买管仔装的饮料，达到减塑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这垃圾囤归堆的问题，云林县政府伫2020年引进零废弃资源化系统，把这垃圾废弃物转换做燃料来代替青土炭，希望会当卖予业者使用。不过业者认为讲这计销伤过悬啊，无度普遍。县政府也希望中央赶紧修法，定出奖励办法。把垃圾送入去零废弃资源化系统，转做衍生燃料，也就是咱一般咧讲的燃料棒。会当取代过去的土炭，加做围炉燃料参配使用。为了解决云林县的垃圾危机，县府2020年就引进这套系统。不过，即马嘛拄到燃料棒库存伤济的问题。目前呢，云林县确实我们在垃圾转成 SRF， 那一天大概是150吨的一个 SRF 的一个产生量哈。那现在的话，我们对这大概1万多吨哈。那主要就是我们塑化公司这边只有一套的设备好来进行操作哈。环保局表示，云林县府的衍生燃料棒以有价方式卖予厂商，不过因为介绍官销量受限制，嘛影响到零废弃资源化系统无法度全力运转。希望中央会当针对运用衍生燃料再生能源，定相关的奖励办法。六轻这边混烧是添加已经到5% 了，那它要再添加到10%。甚至到20%，它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限制啊，所以目前我们也针对添加到20%，我们也请中央这边来进行修法哈。环保局表示，中央定出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不过目前也未针对减碳效益提出进度。真侪厂商保持观察的态度，无愿意投资改善设备。有过年底6轻会阁增加机组消土燃料棒的库存，希望中央机关会当协助定相关的法令规范，推广废弃物资源化。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健保署对今年开始的急护罕见疾病骨髓筋膜萎缩症的基因治疗药物陆健生，这一剂治疗费用要4900万，创下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这健保头一届把罕见疾病基因治疗药品列入去急护，这头一个急护的对象是一个住伫南部地区也未满6个月院啊。罕见疾病骨髓性筋膜萎缩症 （SMA）。这种的患者会一直退化，甚至无法度自主喘气来死亡。健保署今年8月开始给付罕见疾病 SMA 基因治疗药物陆健生，一些治疗费要到4900万。头一个给付的对象出来啊，是一个住伫南部约未6个月红婴仔，目前已经完成审核的程序。等病院完成进药的程序了后，这个红婴仔就会当接受治疗。罗杰斯玛，它是针对6个月以内的小朋友带有这个遗传的基因的孩子，这些孩子如果没有治疗的话，他可能1、2岁，他发病可能就会离开。所以我们在他6个月前来打对这个药物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是最有效的。SMA 罕见疾病发生的比率差不多是1/1000到4/1000，以每一年出世的红婴仔差不多13万人来估计。一年新增加的患者差不多是3个人至13个人。罕见疾病团体表示，即马健保署开4900万治疗 SMA， 让病人以后的数十年拢会当正常生活。对病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虽然目前国内有的3种治疗 SMA 药物有纳入健保给付，不过全台湾 SMA 患者420个人内底，要是有300多人无符合任何一个药的给付条件。有更多人是有治疗迫切性的严重型患者，他们可能会因为呼吸啊，或是吞咽没有办法自行做到，
有生命的危险。另外，艺术团体嘛讲到扩大这个给付，凸显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嘛显示台湾健保总额成长率甲总额无够的两大困境。罕病用药其实这几年成长率大概一年在12% 左右，但是我们健保你看我们一年成长率就有3%，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要来照顾这些罕见这个疾病的病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让我们健保的总额更够？健保署强调讲 ，SMA 基因治疗药物目前相关的研究效果是1世人都有效，虽然价钱真贵，不过若是平均测起来都袂感觉贵。对健保财务的冲击嘛无想象遐尔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六国的公园国小，因伫咧休热期间办营队，结合着语言也个本土文化，请老师用趣味的方式弹过琴，带囡仔唱囡仔的故事。我暑假来这里学夏日乐学，学了山茶花、安菇桂，学得很开心。学生囡仔对老师的伴奏唱诗词，这是南投六国公行国小伫校抓办的课程。老师用台语教唱歌跳舞，佮分享在地历史故事。因为我是本地人，包括这诗词啦，一点一度，我拢有法度甲囡仔讲互因听。我就会甲因讲讲这首歌，伊的故事到底是咧讲啥。公行国小真注重本土语言，希望用活泼的教学方式，互学生囡仔自学自趣味。自细汉就会当了解家乡的文化，珍惜家己大的环境。我伫厝拢讲台语，拢甲阿公讲台语，当伊有唱互阿公阿嬷听，阿公阿嬷有甲我学咯。透过咱生活中的学习，会当甲咱的本土的语言，更加来熟悉，嘛会当用念歌唱曲，也是讲来认识到咱地方咱在地咱的历史，咱的甲咱台湾文化，甲咱本土这个生活，会当互咱的小朋友一代一代来传落去。学校透过本土语言的课程举办校热营队。希望囡仔伫学校、伫厝里拢惯习讲台语，甲本土语言继续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厨房运动协会今年伫咧休热期间举办户外活动，带学生伫咧西里大桥边仔步道耍厨房，唔但互因有机会接触，也当体到这厨房的趣味。卡达厨房小可出一个力，就会当自在变化速度甲方向。云林县厨房运动协会趁暑假举办户外课程，带学生来西里大桥边耍厨房，囡仔拢感觉真趣味。因为我是初学者嘛，所以我对这一条比较长的路线其实是有点困难。那教练也是很认真，然后陪在我身边陪我滑。就在这段路程当中，我觉得可以感受到滑板这种比较热血的游戏。那如果它可以成为我良好的运动习惯的一种媒介的话，我很愿意继续朝这个目标迈进。耍厨房爱先学的，就是控制身躯的平衡感，搁来才通控制方向甲速度。云林县厨房运动协会表示，除了教囡仔厨房的秘诀以外，也互因实际操作，对失败当中学习。带队的老师讲，囡仔做伙耍厨房，通互相交流，对身心发展拢有帮助。我们不断的在推广滑板的运动，对，而且在3年前刚好奥运也加入滑板这个项目，所以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培育滑板选手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家长都会带小朋友来学滑板课。厨房已经成做国际比赛项目，社会也对咧实行。运动协会讲，未来会继续伫各乡镇推动这项活动，互大家伫运动的同时，也通享受迄款趣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投德山这编织的工艺是真出名，不过这项传统工艺术渐渐失传，在地这个工艺师也开编织的课程，邀请文化部来看，希望政府提供资源，或者技艺会当继续流传落去。袂使你缀唔着调，缀唔着调，这纹路就无共款啦。
变得啊，就亲像咧车碰西共款，一个方向唔对，就爱规排拆掉顶来。这间南投德山的工艺工作室内底放甲甜甜，全部拢是在地工艺师的手艺。不过这项技术却因为产业的转变，就要失落去。现在好像这项工艺已经有一点出现断层了，所以他一直想要再开个课程来传承下去。竹编工艺是我们这边在地最重要的一个渊源。我认为这个该到一个时间，他要把他这几十年来所学所守护的这些竹编工艺，继续要传承给下一代。所以有这样子一个起心动念，让我们这样的竹编竹艺传承能够继续在竹山扎根下去。南投的竹编产业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开始发展，后来因为塑胶制品的出现，人工贵、材料无俗的竹工艺，这项渐渐转型变作日常艺术品。文化部派人了解南投在地的竹编文化，成立的辅导地方传承工艺。我们会来辅导那个地方文化馆，让这个对竹艺的展现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展览馆。有关传习的课程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跟这个镇长这边的这个提出来的计划呢，我们给予大力的支持。竹编是德山的文化资产，地方希望政府资源的投入，会当互更较侪人来接触这项传统技术，把德家的文化放入咱的生活中。记者综合报道。一粒米百粒干，为着要互囡仔了解做菜人的辛苦，这台中市农业局也个外部的这个农会呢，做伙举办这挂稻的体验。这个过程当中，囡仔是生甲真欢喜。稻啊一把一把是要安怎挂？学生囡仔头一摆学做事，拢感觉真心熟。那这样子往前往后往前往后这样割，有当农夫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农夫。台中市外埔区的彩绘餐园，远远看是一幅艺术作品，近看变作是趣味教学的好所在。农业局甲外埔区农会做伙办挂稻仔的体验活动，毋但了解无共品种的稻仔甲用途，嘛邀请在地青年农民分享挂稻仔的撇步。正手割稻是职业在割，所以它会比较吃力。所以我们今天是教小朋友用反手贴土，这样会比较省力，因为小朋友本身力量就不大，这样比较省力也比较安全。稻仔挂刷，规身躯重干，现场随传来用在来米做的米苔目，加挂冰凉的甜汤，就变作传统的点心。农会总干事表示，对餐园到饭道，希望囡仔会当了解咱食米的文化。让我们的学童呢，还有我们社会人士呢，先导他们知道我们稻米是怎么由来。当然，刚才看那边也有很多一些糙米啦、粳米啦、小米啦、香米啦，很多哈，让小孩子来体会。推动食农教育，食米嘛爱知影米对倒位来。农业局望借趣味的活动，互囡仔了解米伫咱生活中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吉人到新竹对29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9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8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9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8度到32度，也有未来3天之上。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